宁前辈，那天晚上，如果不是聂前辈去铸剑室偷了剑的话，那会是谁呢？这个，难道是黑风？月容，我们来了！聂夫人，嬷嬷，你看，聂狐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女儿。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你敢违抗？主人的命令，我没有听到。不过，你要想伤害我女儿，却休想！谁伤害你女儿了？你的女儿不好好在那坐着吗？告诉你，这些玄真观的混蛋，可是你我的大敌，你敢帮助他们来对付我？你不怕主人来制服你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个老妖最喜欢在主人面前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、无事生事。我早就受够你了。今天，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就乖乖的给我滚开，否则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啊，既然你想找死的话，我就送你这个老狐狸上西天。就凭你，也得有这个本事。有没有这个本事，我们走着瞧。哎呀，我们来晚了。聂晨，聂晨，聂晨，你在哪儿啊？聂晨，小倩姑娘，先别着急。你在哪儿啊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聂晨前辈，他也许还没遇难，我们再找找。对，我们快走吧，走。聂兄弟，我来帮你！前辈，黑风，你这个小人，枉我当你是兄弟，没想到你居然打神剑的主意！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！主宰天下，号令三界，这样的诱惑谁不动心呐？宁地光，不要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搞不好心里面最想拥有他的人就是你。我不过是把我的真心表现出来而已。就算是小人，也是真小人，比你这伪君子好100倍。宁兄，不要跟他啰嗦，快把神剑收回来便是。呀！前辈！聂前辈，聂前辈，怎么样？黑风，我对天发誓，你要是再危害人间，我子子孙孙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会再回来的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兄弟，兄弟，怎么样？宁兄，小弟不是被黑风偷袭了啊！怎么回事？大家安静！宁兄为了天下苍生祈福，终于铸成轩辕神剑。现在
宁兄有难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。我们商议决定，去救宁兄，所以现在召集大家过来。小五，你带领大多数弟兄立刻赶到祈祷岭去救宁兄。是。小七，再派些人手到附近的山洞，跟其他的朋友求助。是。你去安排人手，这件我来保管。一炷香的时间里，我们必须赶到祈祷岭。听明白了吗？主人！轩辕剑终于是我的了！黑风，你这无耻之徒！你们狐狸洞今天可以成为轩辕剑的开光祭品了！快跑！快跑！不，快！不要去，不能去！上呀！怎么样，前辈？怎么样？宁兄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夺回了神剑。我聂尘就算死，也能瞑目了。聂兄弟，前辈，聂兄弟，前辈，聂兄弟，前辈，前辈。聂兄弟，我宁丁光对天发誓，若是不为你报此大仇，生生世世坠入轮回之苦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瞑目吧，聂兄。小倩姑娘，宁兄弟，这位炎帝是我们宁家的先祖。先祖功德盖世，以仁治理天下，曾经为部族里的百姓带来多年安稳的好日子。宁丁光惭愧，无德无能，无法继承先祖的伟业，唯有寄期望于轩辕神剑。本来我想将这把轩辕神剑献给有道明君，让他来结束这场乱世纷争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牺牲了聂兄一族，却仍旧无法实现我的愿望。这尘世间，人一日不消除贪念，一日就无法得到太平；一日不消灭私欲，一日就无法得到宁静。前辈，你先别灰心嘛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如果要是你对这神剑失望的话，那还有谁能够保护神剑，维护太平啊？你说的对，宁小兄弟。可是我宁某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。这个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。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快走吧！
前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宁定光一人之力无法回天，只能随神剑一起隐世，等待有缘人了。前辈，快走！前辈，快走！小倩，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小倩，小倩。小倩，宁公子，师叔，小倩，师叔，小倩，太真大哥，我没事。小倩，小倩，你们醒醒啊！醒醒啊！醒醒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醒醒啊！快醒醒啊！太真大哥，小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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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样？死得好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！宁公子，太真大哥，宁公子，小倩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啊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怎么回事？咱走吧。小倩，怎么了？小倩，怎么？小倩，哎，你看，小倩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他说话了，鸟说话了。哥，这鸟终于开窍了。客官慢走。贤弟啊，今天这鸟算是给咱们争脸了。那是，等明天我上宴宾楼摆一桌，咱哥俩好好的喝一杯。好，好，就依贤弟所愿，改日再见。告辞，哈哈哈，告辞，告辞。哎呀，长不长眼睛啊你？对不起啊！哎呀，鸟！我的鸟！哎呀！我的儿啊，小倩，姐姐，儿啊，干娘，儿啊！小倩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让你去冒险。是什么人？进来吧。参见师傅。怎么了？启禀师傅，在我等的围攻之下，燕赤霞的休眠术失败，
宁采臣和聂小倩，他们的元神未能归位，双双身亡。他死了？他真的死了吗？是啊，弟子亲眼所见，聂小倩和宁采臣元神聚散，气绝身亡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你们想知道1000年前的真相，下辈子吧。陶静，你做得很好，今天为师修炼大有长进，你又为为师报了大仇，简直是双喜临门。吩咐下去，大摆酒宴，好好的庆祝庆祝。是，师父。慢着，陶进呐，我知道你和聂小倩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她聪明伶俐，她的死我也非常难过，只能怪她年少气盛。如果她早点杀了宁采臣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是那个宁采臣害死了她，但宁采臣也死了，这就算小倩将功赎罪。一定要厚葬小倩，并抚恤狐族，也算是对小倩有个交代。多谢师父。禀报长老，黑风主人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参见黑风主人。起来吧。不知黑风主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您恕罪。你们不但没有罪，而且还立了大功啊！请问，主人此话何意？聂小倩成功诛杀了宁采臣，为你们狐族报了大仇。他立了大功，为了表彰其功，今晚黑风寨要大摆宴席，大肆庆祝一番。你们一定要来，我要让妖界看看你们在黑风寨的地位。多谢主人提携，只不过小倩刚娶，属下不便出席，还请黑风主人能够原谅我丧女之痛。要成大事，不能拘小节。聂小倩虽然牺牲了，可也算是杀身成仁，为你们狐族报了大仇。你作为狐族的首领，怎么能拘泥世俗的私情？你要知道，今后你们狐族在妖界的地位，那是大不相同了。我还要仰仗着你来帮我在妖界号令八方。在这个时候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属下明白，我会让整个狐族为了主人的霸业肝脑涂地。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可造之才。好好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的庆功宴要办得风风光光。恭送主人。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庆祝的？早知道要搭上小倩的性命，这个仇我不报也罢。小声点儿，人还没走远呢。
听见了又能怎么样？现在失去女儿的是我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么多年来，如果不是黑风的庇护，我们狐族如何在妖界立足啊？得罪了黑风啊，谁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可是，哎，算了，人都死了也不能复生，可我们活着的还不得好好活着？哎，那个燕赤霞道长不是答应了替小钱超度吗？但愿他能够早登极乐，或者找一个好人家投胎，这也算是不错的归宿了。你就别再伤心了啊！话是这么说，可我这心里……哎，老夫人，喝药了。小四儿，怎么是你啊？月容呢？哦，老夫人，月容姑娘家里有一点事情，她本想亲自来看您，但是看您已经睡熟了，就没来打扰您。她让我告诉您，家里的事情一完，她就马上回来，请您不要担心。彩晨去了，月容也走了，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燕道长，燕姑娘，老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保重身体。宁公子他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样子的话，肯定不会安乐的。道长所言极是，我儿他从小孝顺，想不到现在遭此横祸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，只求道长看在我的薄面上，把我儿的后事办理妥当。宁夫人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传书到玄真观，跟师兄说了，请他给宁公子和小倩做场法事，好好超度。谢过道长。宁老夫人，宁家突遭巨变，余生本应该留下来多帮帮忙，无奈余生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所以不得不走。余生特来向宁老夫人告辞。余生姑娘向来是我行我素，现在又要事在身，我也不便久留。况且现在宁府实在是不方便待客，就请余生姑娘自便吧。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，我知道余生姑娘武功高强，但双拳难敌四手。有时候你能够保全自身，也难免连累旁人，所以我奉劝你还是少造些杀孽为好。可怜我宁家9代单传，现如今我儿尚未娶妻生子，儿啊，娘每每叫你要戴眼识人，可你偏偏不听。这倒好，冲犯了天煞孤星，倒叫我这个老太婆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严姑娘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走就走了，还有什么真的假的？我只是觉得，何必这么急呢？怎么，你不想让我走？不是，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不速之客，你们所有人都拿我当黑面神一样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个个啊都巴不得我早点走。唉，如果我走了，你们应该高兴吧？其实，宁夫人她也是在气头上才会说这种话，都怪我当时一时情急，才会让她误会了你。宁府其他人他们不明白，
宁少爷他们是知道的呀。我是真心想保护他的，你找我来，也就是想找个帮手。现在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保护的？你不说话，就证明你也表示同意。我留下来没什么用了。好，那我就走了。燕赤霞，你就是个大木头，你连一句留我的话都没有。燕赤霞，大木头，大笨蛋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再看见你了。好，今天胡族铲除了宁采臣，为胡族报了大仇，为黑风寨再立一功。今天这个庆功宴，诸位不醉不归。为报血仇，聂小倩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，其忠心可嘉，堪为楷模。那就是聂母教女有方。聂母她多年来还带领胡族立下了赫赫功绩。大家听着，从今天起，胡族就是我们黑风寨的第一大族。谁敢对胡族忤逆的，那就是对我黑风忤逆。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，谨遵主人法令。很好。今代胡族多谢主人恩典，从今往后，我们胡族定当尽心尽力为主人办事。起来吧，聂母，你以后跟陶静就是我的左右手，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谨遵主人法令。大家继续喝酒、跳舞，跳吧！好，来，吃。陶静哥，我来敬你一杯。你怎么光喝酒也不吃菜啊？我知道你还在为姐姐的事情难过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毕竟她跟我也是姐妹一场。但是刚才黑风主人也说过了，姐姐她为胡族立下了大功，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何况姐姐不在了，还有我在啊。陶静哥，我会比姐姐对你好10倍，好100倍的。你有完没完？吃点菜吧，啊！岳母大人，别问，请坐。哎，岳母兄弟，来，坐。啊，聂夫人，我是看着小倩长大的，如今她不在了，我这心里也很难过。岳母，不必难过。小倩在天有灵，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。
聂夫人，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你们狐族的事，就是我血魔的事，血魔定当义不容辞。好的，我代小妾谢谢你。啊，谢谢啊，客气。太晨，小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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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晨，太晨，嘿，哦，哦，太晨，太晨，太晨，小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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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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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妾，你安息吧，早登仙界去吧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平时威风八面的严姑娘，今儿怎么像只丧家之犬呢？难不成被我干娘赶出来了？我就说嘛，留你这样的丧门星黑面神在家里，我干娘怎么会睡得着呢？你动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，看样子你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这个兔子精啊，千好百好的讨好宁老夫人，为的不就是那个宁采臣吗？哈，怎么着？现在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那也强过你不请自来，厚脸皮轰都轰不走。哈，你倒是想让我走啊？我要是走了，你就可以造反了，是不是？我厚脸皮，也不知道谁比我脸皮更厚呢。明明都几百岁了，还在你老伯母面前，干娘，干娘，我给你端茶送水，我给你洗脚，简直就像一个丫鬟呢。燕生，你走着瞧！哼，哈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。什么？采臣，采臣，你是说你是宁采臣吗？采臣，采臣。可是你怎么变成一只鸟了？小妾，小妾，小妾。你是说你要带我去找小倩吗？小妾，小妾。我知道了。等等我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小倩。小倩，小倩。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小倩，小倩，小倩。你是说小倩在里面？
师弟，你可知错？师兄，我知错了。我太自不量力，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化解聂宁两家之间的恩怨，却没想到恩怨没解开，却害了宁采臣和小倩他们的命。师兄，我知错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此事为兄也有责任，我当初就该坚决地阻拦于你，也是我一时心软呐。这次就当是得了个教训，以后做事务必循规蹈矩，切不可恣意妄为，记住了吗？师兄的教诲，师弟一定会谨记。只是事已至此，我愧对宁采臣和聂小倩，所以我厚着脸皮请求师兄答应做法，替他们超度，也好减轻我的罪孽。宁采臣因你枉死，替他超度，乃贫道分内之事。只不过聂小倩嘛，师兄，逝者为大，小倩她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希望师兄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就超度她吧，让她在世为人，也是师兄的一件功德。更何况小倩是我引渡的，她又因我而死，于情于理，还希望师兄能够答应我这个不情之请，否则我这辈子都难以安息。师傅，禀报师傅，有个叫严雨生的姑娘求见师叔。严雨生，她不是走了吗？师兄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哎，大木头，严姑娘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找你还能为了谁呀？为了宁采臣和聂小倩的事。他们怎么了？黑风不会连他们的尸体都不放过吧？那倒不至于，我找你是希望你给他们两个还魂。还魂？嗯。严姑娘别说笑了，他们二人元神聚散，一命呜呼，这都是你我亲眼所见。别说是我了，就算是我师兄那样道行高深，也回天乏术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不是小倩的声音吗？她怎么在叫我？燕道长，燕道长，燕道长，这是宁公子。燕道长，我知道了，燕道长，他们两个元神附在这鸟上边。对。师兄，师兄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师兄，原来小倩和宁采臣没有完全死。嗯。什么叫没有完全死？师兄，他们的元神还在，就在这两只鸟里面。哦，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道长，你法力高强，一定有办法让他们二人的元神归位。道长，雨生求你了，快点，趁他们的肉身在世，赶紧给他们做法吧。师兄，你刚才不也说过吗？对他们的死心怀遗憾，现在可好了，他们还活着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就帮帮他们，也算是帮帮你这个师弟吧。
行了，行了，成功了！真行了。小倩，你怎么样？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也没事，我们回来了。对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两个没事就好。你看，害得燕大道长都担心死你们了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我是看在我师弟的份上，才出手相助。现在这条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，你们都要自己承担。师兄，我知道这次你是破了例，师弟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恩德。